你做啥？天规才不是应难改，期待老将万载。那想要保重爱学三代，未来世在淘汰。迄个人难貌相。爹你若愿意，你也将。安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不是，安姐，安姐父亲，少爷，我错了。无传，为父上天造人皇上请下旨意，要互你抛球招亲，希望讲你会当通好来选择一个如意的郎君，光耀咱王家的文味。想袂到你，唉。想会到你这边抛球招亲，竟然会去抱一个乞食，这也无怪你那爹爹的失望。父亲，四边鬼毋是乞食。什么人讲伊毋是乞食？有人亲目睭看伊伫咧大街小巷伫咧共分，毋是乞食，啊无敢会是状元郎？你这安怎？我敢有讲毋对？喂，我爹甲娘伫咧，你着减讲两句啊嘛。哼！爹亲，就算讲四边鬼是一个乞食，婚姻乃是天注定，良必是愈离命该愈出。阿爹，你嘛无应该随伊赶出相府门啊！杨毅，无错，你也无斟酌想看觅，你的大姊许配予苏良，是堂堂兵部的侍郎，你的二姐来许配予伊为好，是久闻提督，你是老夫第三个查某囝，偏偏啊你去许配予一个花郎，你想要叫老爸这个面子何存呢？无错，素来你也是一个真乖巧的囡仔，尤其这摆，你应该就爱听为父的话。将偏贵该放互伊袂记的。蔡老救亲，但是奉旨行事，如你决定尊重圣上的旨意。三妹啊，人阿爹安尼讲嘛是为你好，
你若是无听爹的话，迄是不好呢。点去，食无你的代志，闪边去。人是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倒流。四变几日后，一定会出头的日子。救阿爹！一个冤家伫咧甲人求乞的花子，因为哪有出头的日子？迄个五市厝的小全然由你配花落，王家是世代有名望。乌鸦的转灵啊，配哦风啊风啊飞。岳父啊，也潇洒开言，抗大夫表贵相貌非凡夫，前途应当有希望，也大夫提拔。你让我提拔？是啦，阿爹。既然苏阳讲变贵变贵毋庸之财，那安尼你就承认你这个囝婿，好好家栽培，日后一定会出头。大夫，四片贵是自正有难，有都是朽木难调，你何必变贵？好心做。是啊，爹，人为好讲的话真对，咱哪会用收这款的囝婿？岳父，你是东朝的一品丞相，你若是招四片贵为善，敢会互天下的人踢笑？哎哟，唔来去用笑死哦！一个丞相，招一个乞食为囝婿，雷震天下知。咱王家的祖公祖妈，卖叫伊谢谢着。两个甲我点去。银川为何你卖开嘴？路中嫌看拢是非。我肯想呀，你收留四片贵，看伊前途必有为。夫人，你不
来家父庙，着爱孝顺，出家就该将夫君。既然爸囝的感情断尽，从今以后出了相府，就不准你搁再进入我的门庭一脚步。变君若是无出头的日子，我永远都袂行进相府的门。我出，你袂安尼讲。相会，你做啥？天规才不是应难改，去改人是永远在。若想要保重，爱学三代，未来世再淘汰。迄个人难貌相。最难利用，又掉地子，迄个花容。你敢打我三结酒？定定你若有愿意，你也将。安姐，我错啦，我错，不是，安姐，安姐，对不起，少爷，我错，对不起。唔准你做，你给我出去！大夫，苏良，为何？写无恁的代志，恁两个退下去。是。宝钏，你还阁无要来离开是？你若唔出相府，我就要叫王福将你甲你掠出去哦！定定的唔轻，你有情面，阮掠甲伊的报答，我如意。阮应该的后堂啊，去隔壁399别娘亲。阿姐，父母之情极断情，后堂哪有啥物你母亲？你即刻甲我离相府！哼，你这种的女儿，不来女啊女啊！我即马走就是。阿姐，一旦敢要来离开相府，皇上所述的皇冠下婢，甲我扛起来！